熟悉的感觉，熟悉的话语，唱着那熟悉的音符。没错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每一段旋律，都是以最传统的客家母语所编制出的，而那是从一群年轻的客家子弟手中所编制出来的客家歌曲。对他们来说，因为有着理想，更有着一股对家乡不变的情感，让他们选择了回到这块曾经伴随着自己成长的土地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唱出那撼动人心的客家歌曲，久久不已。高拱哈，高拱，里面人家做第一张唱片的时间，可能去了冲伞国的时间哈，人家各多朋友就跟人听书了哈，如果讲他家啦看到那个空间哈，其实各多他家如乱出工乱出东西，然后各位成立那个乐队的话，你们家人做唱片的时间，可能因为反水库的时间，因为做那种唱片，所以如果你给他做那个唱片的时间，其实那篇的人基本上係你因為講咱唔要參加人哋後生嘅做嘅事情，係你講啊，係你那個他家都應該來參與嘅東西，所以佢他家花骨多嘅心力喺那高雄嘅那六邊嘅歌聲地方。啊，我哋這種唱片了解之後呢，因為如講啊，如想講啊，成立嘅那個樂隊嘅名嚟發行那個專輯，所以他家佢要骨多人都適合喺那個留台下來討論講啊，剛剛嚟換那個名吼。迄種人哋想嘅嗰度嘅名嘅，啊我也用那個農曆當過那個筆墨吼，啲個寫講啊一道筆吼，啊人家得到太極嘅一個數目吼。上天當我扮家做夢，樹林一條啊一道草，山谷不難遊。甘蔗河水路圈圈雜舞，連妹唔到啊一到哪里咋難有。一詞一曲，用的都是那堅持着不輕言放棄的想法。當中也許會有挫折不如意的時候，如今卻在團員們的努力之下，而賦予了他新的生命，同時他也代表着所有人心中的期望，因為那裡有着一種熟悉的味道，一種屬於源流的味道。高雄哈，如講啊，喺那個音樂嘅那個一個風格當中來講嘅話，如講啊，一定係你要做那個唱片的時間哈，其實係你面的嗰度哈，如果面的嗰度事情，如因為過癮嘅係那種像哪個打個天吉他、天貝斯哈，那個爵士鼓。也喺 keyboard 啦，樂器嚟做音樂。音樂無國度，對世界上的每一個人而言，它是共通的語言。隨着越來越多的人對客家歌曲的接受，進而站上世界的音樂舞台，歡喜又感動，堅持又驕傲。我想那是對所有團員最佳的心情寫照吧。